这么多？这些都是您出生以来结下的仇怨因果。君莫邪，你敢抢我的东西！卑鄙无耻，下流无赖，不比小人，鱼贯其寿！让他们死得痛快点儿！我本来不想杀你的，但你既然知道我最大的秘密，只要杀了你，将你炼化，我就会成为当世最强。等一下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我把财物都交给你们了，你们还要打1，也太欺负人了吧？这就对了，打劫还讲究1对1吗？糟糕，我刚才是不是表现得太强了？是我输了，你们太厉害了。菜鸡。